5大高危做愛黑點。佛山有對90後喺商場廁所俾人影低咗性愛片段，仲放埋上網添。但其實喺廁所做愛真係好危險㗎。英國受訪嘅1000個人，有1/3舊年做愛嗰陣受傷，有5%搞到要請病㗎添，全因為做愛過激或者揀錯位噃。調查發現，好多情侶中意喺廚房飯台甚至辦公室嘅櫃嗰度做愛。原來5大做愛黑點，梳化排第一，其次係樓梯、車入邊、浴室，仲有睡房。唔係嘛？睡房都受傷，因為太激咯。2%嘅人骨折，有人就拉傷肌肉、整傷背脊、頸啦，磨傷或者撞傷手踭同膝頭哥，咬傷手指嘅都有㗎。近半嘅傷者情緒太高漲都唔覺，到第2日醒返先至知痛。點解梳化高危呢？因為梳化左近有玻璃杯或者易碎嘅嘢。1/4受訪者做愛嗰陣中意掟杯啦、上架啦，最多人會整爛㗎就係床架啦。不過情到濃時都冇人諗咁多啦。